歡迎嚟到黎博聖經教室，我哋繼續舊約福音呢個系列，今次係第5集。溫馨提示，請先下載講義，可以參考更詳細嘅內容。今集探討創世記10章1節至11章26節，可以分做3段，頭尾2段係家譜，中間係巴別背叛。詳細分析請睇講義。呢段係創世記關鍵嘅過渡單元，銜接洪水後嘅新創造同亞伯蘭蒙召，係從列國走向選民嘅橋樑。呢段表面記載家譜同歷史記錄，但係內容呼應第1至3章，尤其係始祖墮落嘅典故。除咗展示始祖墮落嘅後果，點樣再次喺人類歷史中全面發酵同惡化，亦帶出救贖盼望。以下集中講解呢段點樣重演始祖嘅墮落，有5點值得留意。第1點，遍滿大地，扭曲咁成就咗。始祖墮落前，神俾始祖第一個賜福，同時又係命令，就係要繁衍增多，遍滿大地。洪水後嘅現實，人類確實遍滿大地，但係方式係分裂、混亂同被審判後嘅分散。第10章嘅家譜反覆出現嘅句式係各有多個家族，各有自己嘅語言，喺各自嘅土地、各自嘅國家。呢幅看似井然有序嘅世界地圖，實際係破碎分裂嘅圖畫。第11章嘅巴別背叛清楚解釋呢個分裂嘅根源係出於神對人類嘅審判。第2點，從個人疏離到國族隔閡，始祖墮落中嘅疏離最帶嚟嘅首要後果係關係破裂。亞當夏娃躲避神，人與神疏離；亞當歸咎夏娃，人與人疏離。佢哋被逐出伊甸園，人與地疏離。家譜中嘅隔閡，始祖嘅個人疏離，如今擴展成全人類集體隔閡，打亂語言，產生人際隔閡，各人分散，產生國際隔閡，亦都預示日後國與國之間領土紛爭、資源搶奪同戰爭。伊甸園裏邊隔絕夫妻嘅無形高牆，如今已經具體化，變成分割列國嘅邊界。第3點，從企圖賜神嘅個人驕傲到傳揚己名嘅集體狂妄。始祖墮落嘅根源，蛇嘅誘惑係你哋會好似神一樣，呢個係個人驕傲，企圖取代神，自己定義善惡，以人為中心。家譜中嘅體現，呢一種驕傲喺洪水後嘅世界發展成集體嘅狂妄。第一個例子係寧錄，家譜插入咗一段關於寧錄嘅描述，佢係最先喺地上成為強人，又係狩獵嘅強人。佢建立嘅王國遍及巴別、尼尼微，呢個係聖經歷史上第一個以個人權力為中心嘅帝國體系。第2個例子係巴別背叛，有5方面要留意。1、神嘅命令與人嘅抗命。神命令人要繁衍增多，遍滿大地。呢句唔只係祝福，仲係使命。但喺巴別啲人反而講，免得我哋分散到全地，即係公開抗拒神嘅計劃，要自己掌控命運。2、人嘅慾望同自我中心。蛇引誘夏娃，你哋會好似神，可以知道善惡。呢句正正擊中人嘅慾望核心，做自己嘅神。去到巴別，呢種自我中心唔再只係一個人，而係成個社會。我哋要為自己建座城，起座塔，為自己揚名。短短1句2次，為我哋自己彰顯人將神踢出核心，自己坐上寶座。3、向東遷移，象徵人離開神。聖經裏邊，東方經常代表遠離神。亞當被逐出伊甸園，入口喺東邊，該人流亡去東邊。巴別事件開始就係人往東遷移。向東遷移
象徵人越走越遠離神同在。4. 神用言語施行審判。伊甸園入邊，神用說話審判蛇、女人、男人。喺巴別，神再次用言語，我哋落去打亂佢哋嘅語言，由語言相通到語言不通，語言成為人際之間同神與人關係破碎嘅記號。5. 神嘅臨在，尋找人同審判人。喺伊甸，神喺園中行走，揾亞當同夏娃；喺巴別，神照樣降臨，唔係祝福，而係查看人建成起塔嘅行動。無論人點樣做，神始終喺人之上，主權屬於佢，審判亦由佢嚟執行。巴別唔係文明頂峰，係驕傲嘅象徵；唔係智慧建築，係背逆之塔。但係故事未完，喺混亂裏邊，神冇放棄人，佢選咗一條線。亞伯蘭家族係救恩故事新一章嘅開始。第4點，從死亡咒詛到壽命遞減。神審判亞當話：你本係塵土，必要歸回塵土。死亡成為人類不可逆轉嘅命運。11章10至26節嘅家譜，從閃開始，壽命一代比一代短，由閃嘅600歲跌到拿鶴嘅148歲。呢條壽命遞減曲線唔單止係歷史記錄，更係神學宣告，顯示罪同死亡係點樣慢慢滲透侵蝕住人類生命。第5點，從女人嘅後裔到亞伯蘭，神喺人犯罪最深嘅時候種下咗希望嘅種子，女人嘅後裔要傷蛇嘅頭。呢個預言就係救贖計劃嘅序章。當列國分散，預言打亂，家譜突然收窄，焦點落喺閃希伯法勒拿鶴他拉亞伯蘭呢條線上。神冇忘記應許亞伯蘭就係應許延續救恩開展嘅起點。神唔係任由人類滅亡，而係喺混亂中揀選，喺散落中重聚，喺咒詛中鋪路。